大雨嘛是爱慢啊，无免啊。拄着大雨，迄路搁歹行，阮拢开这吼，这链吼会走力吼，加较有啊，加较袂骨啊。如果不是四轮传动的车子，很容易打滑。阮玉井吼，大家拢买这小牛去走，像阮无名利吼，拢种他的10外台。即马大家拢咱来年会较有啊吼，嘛无当去请人工，所以这种做理想啊。这方面蛮不错的，因为如果紧急的时候确实可以用到，而且在输送物资方面也蛮方便的。望明里它有7个部落，那前面那边大概都是这种产业道路型的道路。小牛车的话，如果说真的要运送物资的话，又快速又方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芒果季到了，你准备来台南大嗑芒果了吗？不过呢，玉井区公所最近成立了一个小牛车队，还蛮有趣的哦。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小牛车队吧。这个呢，就是玉井区公所最近成立的小牛车队哦。那我们一起上路吧。我们现在搭呢，这个就是小牛车队哦。那小牛车队它的用途用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我们这里有许多的芒果，那玉井芒果的产季的时候呢，会有许多农民，他们可能就要上山来采芒果。可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呢，可能会遇到梅雨啊，或是台风季。那通常如果瞬间强大雨的时候呢，这些农民可能会被困在山上，没有办法下来。所以呢，我们玉井区公所呢，就成立了这个小牛车队，要来用防灾用的哦。你看我们的里长还有背着我们的防灾背包，可以用在上山的时候，例如说有一些民众他可能有受伤或什么，可以马上处理，然后再把他们接下山，甚至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载很多芒果，他们所采完的芒果也可以一起载下山。那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玉井区长怎么说吧。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是玉井区区长陈新策啊。我们玉井区因为是丘陵地比较多，那我们市长黄伟哲在各项会议也是要求各区要针对灾害防救要超前部署积极准备所以说我们也盘点我们玉井区内的一些资源成立一个小牛车队。所谓的小牛就是我们的农务搬运车我们农民在农忙时期愿意然后支援我们公所一个灾害协定，让我们的救灾能量能够提升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各里里长我们目前是各里是1备1辆一个小牛搬运车，后续的话还有更多的我们的农友会加入成立一个防救灾的很好的一个团队。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喜看6月10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总质询。台南市政府拍算伫客家设立占地2公顷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同时解决当地严重的野狗问题。但虽然得到中央的支持甲补助，不过因为地方出现反对的声音，所以议员谢在往上午质询，才呼吁市长一定要就事论事，好好甲地方的沟通，并且妥善规划，千万不沦为政治化。政府拍算伫客家设立动保教育园区，进前当地受创立等居民才前往议会顶前强烈反对。根据了解，专案农业局议员伫咧评估当中，如果上午总咨询议员正在往正卡伫客家严重的野狗加伤人问题，伊认为爱就事论事，要求动保教育园区一定要好好规划，来彻底解决，包括噪音、收容数量、排水、排泄物、公园立美化。以及上界重要的将掩埋场活化。咱这块地2公顷，边仔掩埋场4公顷你未来你公园立美化，你要怎处理该说清楚你这声音大，对不对谢谢议员我想这2公顷的基地0.5公顷是要来0.5公顷内底0.4要来做这个系统的牵涉，甲伊的迄个隔音设备甲伊的污水处理设施。另外0.1公顷要来做行政室，包括一个迄个环境教育做未来会当环境教育认证的一个所在所以阮会有一个教育会议室会当互
各县市这个学生囡仔呢，来做这个动物生命的这个教育学习，会当来参加这个认证教育，包括咱县内这个、咱市内这个中小学学生呢，都会当来遐做一个户外环境教育的学习吼。另外嘛有做一个认养室吼，所以0.5公顷的部分吼。另外1公顷吼，要来做一个公园广场吼。未来要处理咱下架地区吼的这个野狗的问题，甚至有攻击性的，我讲主要是强调有攻击性的，对人有产生危害的这个较大只的，要甲收容，即摆是现主是困难。所以咱当然希望讲这个不幸的代志莫发生，但是若准地方的民众有惊吓，讲我你要出一个门去送一个捕狗仔，就安尼一阵来吼的时阵，你就想讲无即摆要掠流地去，送要互咱收容这个狗仔，这是一个问题。议员谢在旺表示，野狗问题已经造成地方恐慌，进一步要求市长一定要坚持理念，做对的代志，徛稳脚步，唔通互个案演变成政治化。台视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今年国庆宴会难得伫台南举办，议员陈秋红上午伫总理村嘛要求市府串联10月伫各地产业文化活动，包括寒电的连港节，互游客不止来看宴会，嘛当来交关咱台南的农特产品，刺激消费。国庆宴会选定台南举办以后，虽然也无都确定最后地点伫倒，不过议员陈秋红伫总集村表示，认为这摆机会正是拼观光、行销农产的上好时机，要求市长串联10月寒电连港节等产业文化活动。对此，市长嘛相当肯定，表示热力国庆宴会系列。推广我们的国庆烟火节的时候，能够把各地刚好有举办的活动。那把它纳入一同推销宣导。我愿意把它整合成为系列。起来，因为那时候刚好10月10号，那我们10月12号、13号也有红林节啊，观点，把它整个串联起来，把它饼做大。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观光客带来，不是只有到烟火节，能够到各个地方。我会建议那个菱角节或红林节能够在国庆的系列里面，那在连续那几天的连续假期里面。另外，议员嘛将对托幼甲教保人员来请病，伊认为该工作热心热力，减轻工作者的负担，才会当照顾品质。所以除了护幼加薪，嘛认为薪水水平无同，拢需要调整。为了我们的孩子的教育第一薪资一定要平衡，一定要一样啦是同工同酬嘛。讲迄个时阵表叫薪水无同，我想希望社会局你介入了解一下，如果能够提高，或者能够把它同工同酬的概念。好，谢谢局长。报告议员你这个问题我们今年我们已经公告了，大概今年年底的时候都全部调为2万8。好，谢谢。是。议员主要关心农产行销为托幼教保人员的薪水来请病，嘛争取伫满岛中亚糖厂、林凤营甲农田火车头来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对此，教育局表示会进行评估建议。今日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共款要刺激消费，也有中央7月所推出的300券。对此，议员新加坡关心的是，咱地方到要加码。市长表示，目前思考就是让游客来台南会当一面消费，也会当参加抽奖。原则上，300券7月1号开始领，市府会伫7月初公布加码的相关办法。随着国内企业疫情控制，政府推出刺激消费的振兴券。议员新加坡表示，虽然1000变3000，将钱变大，不过各部会所推出的安怎领、安那用，有啥物特别需要注意？其实民众拢也是无傻傻，嘛认为咱地方到规划加码来拼经济，甚至讲到抽奖甲有送厝送车，要求伫后疫情时期，互民众趁钱趁饱饱，营造幸福社区。伫即个后疫情时期，大家会当希望市长会当一个啦，伫遮振兴的方案可以提升之外呢，希望咱民众拢会当趁钱趁饱饱啦吼，一路拢会当幸运吼，会当运气，互咱大家拢会当赢规路啦，是咱大家希望的，互民众会当搁较好的生活。嘛会当做像市长讲的幸福城市啦吼。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规划中，会在7月1号开始领，以及7月15号开始用。中间我们会把我们台南市的一个措施做一个宣布。基本上是以一个
抽奖或增加奖项的方式，摸彩的方式来这个反正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台湾除了拼经济嘛，关心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过一般甲事件废弃物究竟何去何从问题严重，业者已经开始认真抗议，包括最终处理的不足、处理费用起了相关，或是城西焚化炉就将届满年限。议员予以检讨，嘛特别要求工业局一定要注销焚化炉处理。业者陈抗嘛，就是因为咱的处理场无够嘛，咱的可能再利用的方式也可能有限嘛，啊，搁咱处理费的一直咧起价啦吼，啊，搁咱城西焚化炉嘛要届满啦，啊，咱高雄的冈山焚化炉伊嘛要涨价，所以有一些可能原本我们台南市垃圾送到那里的，也会再回来台南，造成压力啦吼。啊，咱工业区像咱经发局家，其实工业区底部设置处理厂，就最终处理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因为事业废弃物就必须要进到我们的公有的掩埋场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有去处留香，最终处置一定有发现问题，所以会造成很多一寡乱弃置的问题啦。我想市府大概市长也请环保局要去妥善的因应，大概我们从去年开始就采取了很多的作为哈，是包括我们的焚化炉可能过去一些老旧已经20年哈，那我们大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县市，它这20年的炉子它也继续再修理一下，再继续用。那我想我们市府已经很积极，我们现在预计要直接盖个新炉子，用汰旧换新哈，希望能够彻底来解决这个垃圾的问题哈。会中议员嘛进一步检讨本社专分类处理场的公共安全、消防设备甲排水环境，要求环保局一定要彻底改善。台湾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迎接超高龄社会来临，现代病院这几天积极发展个人医疗相关的服务，其中现代个人医疗中心日前嘛甲白启用，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嘛要为未来所成立的个人病院来做准备。现在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针对个人医疗也备受重视。现代病院这几年也积极发展相关的医疗服务，日前现代个人医疗中心也盛大来甲白启用。除了有体能测试、甲运动指导员、肌少症的测试等等，也有跨专业的个人医师人员提供咨询的门诊，亲像老年医学评估、门诊整合、照顾咨询、甲个人药师咨询等完整的服务。高龄照护中心呢，最主要是提供老人周全性评估，还有衰弱、肌少症等等的检测。所以只要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不管他自己觉得有或没有，但只要有怀疑的，都是我们这边的检查的一个对象。而且年龄虽然说是叫高龄65，事实上只要觉得有问题，就是年龄不到65岁也都可以是我们这检测的对象。所以呢，我们的服务最重要就是要让所有的高龄者，他能够不只是说慢性病治疗，还有对整个生活的机能，他的肌肉都能够足够可以在生理、心理、社会，还有日常生活，还有它的功能那经济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一个经由评估，可以做得很好因为有评估呢，才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这样子呢，再进行介入的话，可以更有效率我想这是我们高龄医疗照护中心成立最大的目的可以把所有医院在这一方面的资源整合一起来做，可以做得更好。个人医学中心透过全面了解到长辈伫生理、心理、社会、经济、功能等面的问题，提供整体性的照顾甲治疗计划。除了帮助长辈改善健康的状况以外，也提升日常生活的功能，嘛预防甲延缓疾病所可能造成的失能，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同时，也是为未来要建设个人病院来做准备。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下阮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往年请济民众参与的博物馆节系列活动，今年博物馆行动拖车嘛将再度登场。文化局除了甲22间馆舍合作，嘛甲在地学校做伙推出5组台人柑仔店的展览。13号、14号2天将伫南方购物中心登场，其中有一条嘛邀请民众把握机会来台南佚佗。台南作为历史资源丰富的城市，拥有侪无同主题的博物馆甲文化馆。为了让民众会使一摆看到侪无同的博物馆，市府文化局也伫博物馆节的期间推出博物馆行动探车的活动。今年邀请22间的馆舍变做行动探车，要让博物馆行出围墙。即届也将要伫13、14号伫南胖购物中心登场，市长吴一铁也特别向民众宣传，会使趁机会来台南佚佗。台南市有这么多，有57座博物馆以上的博物馆，可以说是博物馆之都。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台南，可以吃吃美食，逛逛大街，看看博物馆，又可以去古迹、宗教庙宇去那边玩耍。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那在防疫已经进入后半段了，已经解封了，大家可以到户外去走走。那到博物馆节去看博物馆，其实坦白讲是充满知性，而且这个充满了趣味的之旅。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即届除了博物馆的行动探测以外，文化局也甲成大以及土城高中、甲新营高中等在地学校合作，实地调查了溪南、溪北的柑仔店，推出了5组的特点，希望让参观的民众对柑仔店当中了解到过去的故事。亲自参与的学生也表示，这是一个特别的经验甲回忆。是跟同学一起讨论，还有跟成大的一些老师一起交流，就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经验。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可以放在我们的那个学习历程里面，就是因为现在的108课纲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是那个学习历程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谢谢土城高中有跟那个成功大学一起合作。就其实杂货店他们充满满满的人情味，就是假设说我们去超商只会有付钱、收钱跟一些买东西这些的关系，但是去杂货店，阿嬷还会问你说，她会问候你说你刚好之类的，就是会有一些多一点人情味。现在疫情过后，除了去风景区佚佗以外，侪博物馆也是真好的选择。这个行动探测的特点，接下来也将要到新营文化中心，欢迎对博物馆有兴趣的民众会使到台南行看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已经有30几档历史的店市多个学会登记推动多个文化，现在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联展，会馆准备了400多件的作品，以6大主题展现岛头的多样化。除了互会员互相交流，嘛期待吸引更较侪民众来欣赏岛艺术。各种精美的陶艺品，拢是台南市陶艺协会成员的作品。为了推广陶艺文化，台南市陶艺协会每一年拢会举办联展。今年伫台南市文化中心以着南投世代为主题，分做6大类花器、地工等等。这届总共有88位的成员参加，大约400多件的作品，吸引了侪民众来参观。协会也是希望透过这届的机会，让更较侪人了解到陶艺的水。我们2020南投世代这次共有88位成员参展，那南投会目前的会员大概有140多位啊。那我想我们今年延续去年的分成6大类的展览。那这2年的成果都非常好，尤其今年的这个展出这个水准可以说是，我想是应该是空前的了哈。所以我们展现的这个6大类的这个作品特色相当的不一样啊。主要有茶器具，还有茶碗，还有陶盆花器，还有陶艺雕塑啊，还有这个茶席啊，还有一个陶艺装饰，我们分成6大类。这届上特别的就是邀请了8位成员，以着茶席为主题，呈现了8套不同风格的茶具，要让大家看到茶甲陶的结合。这次我们特别邀请我们南投会8位的有在制作茶席的这个陶艺专家，摆了8座茶席，那用每个人展现一个茶席的方式来表达一个
陶跟茶做结合的一个不同的创作方式，我想是相当有看头的一次展览。欢迎各位民众到南投的文化中心来参观。这届的展览将要展出到6月14号，除了希望民众来欣赏这个作品以外，也是希望趁机会交流艺术创作的想法、真正创作的实力。喜爱欣赏陶艺作品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南投时代。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临港湾卡拉湖的潮水，无论什么风险，都有可能发生动脉塌掉风险。所以，骨科赖国安教授对2005年就开始不断思考精准定位避免风险，以这个概念发展出微创的手术，15天内成功完成超过5500个案例。进行人工膝关节手术，为了定位。必须以不锈钢长条弄入去骨髓腔当中，但有可能因为钢条长短的关系，发生定位袂准，甚至佫会造成肺栓塞而死亡。为了降低这类风险，骨科名医赖国安教授研发出终极微创人工膝关节手术，不但会当精准定位，而且佫有空喙较小、好完较紧的优点。微创的话，应该不只是这个伤口小而已那除了伤口小以外，应该它的内容就是。要非常安全，要最安全那么这个组织的破坏最少，那么疼痛减到最少，恢复达到最快这样才能够叫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微创的意义所在那么一般来讲，你说要开很大的刀这个一般的医师的话，你如果在这方面不是很熟悉的话，你开很大的伤口也不一定会做得好那么一定要有所这个足够的知识，还有足够的这个手艺，才有办法把一个一般认为很大的刀做得很小，做得又快又准那么又伤害又小这个是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了不是什么器械在做手术不是电脑在做手术，而是外科医师在做手术。那么这个器械也好，电脑也好，是相当有用的工具。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一个外科医师训练成一个真正能够独当一面把手巧脑筋聪明、手又巧的一个外科医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终极微创人工膝关节手术运用几何学原理，会当精准算出手术的角度，唔免使用大型的定位机器，所以手术的空隙会当非常小，互患者会当赶紧复原，嘛会当减少手术的风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有时乌阴，准好，今日是类好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11号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